別再不為了愛戀，委屈很有用。如此變先有自變，讓我兜最大那個圈，也拒絕自衝，寧願不等追憶的路，痕跡還未到，寧願你最後未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愛的煩惱，是那樣做人更清高。餘生那段旅途，與那類人共舞。仍願以榮獲你討厭自豪，未太想為博愛寵，鞠躬100度，求幸福倘有代價，用指標去換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寧願不揀最易的路，痕跡還未到。寧願你最後未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愛的煩惱，是那樣做人更清高。餘生那段旅途，與那類人共舞。縱是渴望你擁抱，要是宇宙越寬，只得你地路，逃離你也是遲早。寧願不揀最易的路，危機還未到，寧願與你現在止步，用以後得到硬性子，堅信硬唱的回報就夠。即使注定要熬，愛縱是遲大到，結局卻最好。Thank you。我會的都試過，這張夠證實完敗，你要怎麼愛我先可以修好我損壞？懷着希望，然後給活埋，投降求痛快。每次關機再試，抑鬱症也越強大，已告急100遍，這堅信差點變醜態。人造的孽，人類竟沒法破解。重啟不了人生，畫面永遠黑暗，損毀了的我既然未消，魂已經消失得沒靈魂沒有手，這空殼已經不勞煩別問，不應再費力從前我，春生不可算了女人。以後。再復原咗，我也好想愛你。
法就再不可守。人生不似人生，安心永遠黑暗，崩潰了的我竟然完誰敢說再生可再生？連自愛彎彎血在流，這空可以忍受，現在亦不必再試着重新反省，自定從結果別人別人。情太狠為我也心。大家好，我係胡鴻鈞，喺度先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咁啊，亦都再一次歡迎大家今晚嚟到星秀嘅畢業演唱會。喺度咧，好想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咧對星秀每一個學員嘅支持啦。咁啊，今日終於都見證佢哋每一位咧擁有自己嘅一個舞台啦。咁所以喺度咧，我要非常之多謝今次演唱會嘅每一個主辦嘅單位啦、協辦嘅單位啦、贊助所有出心出力令到今晚呢個演唱會可以順利完成嘅每一個係單位，喺度非常多謝你哋，可以令到星秀嘅每一個學員可以實現到佢哋嘅夢想，係啦。咁咧其實呢一 part 咧，導演就叫我要講啲心情嘅嘢，但係我喺屋企諗咗好耐，我都淨係諗到一樣嘢，就係我想問下 Emily 你咧，如果俾你再揀多次啊，你會揀邊個做你老師？咁仲使講？唔可以係我，一定要揀一個。真係殺人。係啊，得唔得？係咪好驚啊？我揀。你叫咩名？我叫咩名？我揀石錦多。好啦好啦，係咁咧我都好認真咧喺屋企諗咗一陣嘅，即係我星秀呢個歌唱比賽啦。我諗一開頭監製節目組揾我嘅時候咧，我係打咗個突嘅，因為我覺得我有咩資格做老師啊？即係自己都未搞掂咁樣。咁但係我又好想，既然有一個機會俾我去將以往參加比賽嘅一啲經歷啊、一啲經驗啊、一啲心得同一啲新進即係想入行嘅一啲年輕有為嘅歌手去分享咧，我又覺得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咁我就好啦，咁啱最後嘅去做啦，咁就所以喺度咧，我覺得係好多謝你啦、Cypher 啦同埋俊明咧對我嘅信任嘅，因為一開頭係多謝你哋掌聲，哇！多謝，係啊，因為一開頭我都好擔心，我驚會誤人子弟啦。咁啊，但係咯，多謝你哋嘅信任啦，亦都希望喺過往嗰接近半年嘅時間，我係有令到你哋成長啦，或者學到一啲有用嘅嘢啦。咁啊，雖然餐飯仲未食嘅，因為講咗咁耐，都完咗比賽啦，仲要畢業埋啦，係啊，同埋其實佢哋三個都真係每一個都有自己嘅故事啦，即係譬如 Cypher 啦。佢係我認識嘅學員入邊咧，佢係最身兼多職㗎，因為咧佢又要照顧屋企人啦，又要忙於生計啦，所以喺個比賽嘅過程入邊咧，見到佢都好辛苦啦，即係成日都好奔波啊，好勞碌啊，然後又成日都會身體唔舒服啦。但係你見到佢每一次我哋嘅一啲練習啊、一啲排練啊，佢都係好俾心機嘅。咁所以係咯，我希望佢繼續去保持呢個女強人嘅呢個心態啦，繼續去行喺呢個行業繼續去行落去啦。咁至於 Emily 啦，咁緊張，我講你。其實 Emily 咧喺我嘅學員入邊咧係年紀最細㗎啦。咁啊但係佢係比我想象中勤力嘅，因為我成日都三更半夜咧喺個 group 度咧會 send 好多啲 audio 啊啲 message 咁啦。咁佢又真係會聽啦，有冇聽其實？當佢有聽啦，因為佢喺之後嘅啲練習或者一啲嘅 recording 入邊咧，我係聽得出佢係真係有聽我嗰好長嘅一啲錄音嘅。咁所以同埋因為佢本身都係讀音樂方面嘅嘢啦，所以我覺得佢係好有潛質咯。咁同埋你所有嘅 package 啊，都係非常之 ready 係做歌手嘅，所以我希望你都可以繼續努力嘅。係。咁啊，至於俊明啦，俊明咧就係我好佩服佢嘅，因為其實喺比賽嘅過程入邊咧，佢係因為佢喺內地啦，咁所以佢基本上咧係要喺內地同香港兩邊走嚟走去嘅。我相信
係啊，可以聽埋你出嚟喎，俊明。係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俊。所以咧，我諗咧啲海關嘅哥哥都認得你啦，好似你每一次過關，佢都會帶你入房傾下偈咁樣嘅。係啊，我講廣東話，我怕大家聽不懂。你講廣東話。他每次問我過來幹什麼？啊，那你怎麼跟他們講？我過來玩啊。過來玩。所以每一次。這裡應該沒有海關的朋友吧？三天不到2天你就來香港玩？對啊，因為他每次只給我2天。哦，所以我要每次。你為什麼不把我們就是比賽的一些片段給他看？你看我是明日之星啊。哦，我第一次給他看的時候，他給了我7天，但是後來他跟我講，這樣不行哦，但是這次給你7天哦。OK， 然後最後咧就差唔多比賽完嘅時候咧，佢終於攞到visa， 係咪叫 visa？ 即係係啦，咁所以係咯，好辛苦佢咯，因為佢成日都要走嚟走去，但係你見到佢每一次嘅練習啊，即係每一次嘅排練咧，佢都係最早到嘅，係即係朝早6、7點起身，咁就要穿州過省咁樣過嚟，係啦，咁所以我都好幸運嘅，即係3位學員都其實都提醒緊我，就係喺即係追夢嘅路上入邊咧，可能我哋會因為入咗行咁樣，哇嚇死我，係啊嘅時間耐咗咧，就可能會慢慢就會忘記咗個初心咯。但係正因為呢個比賽，可以遇到一啲新嘅血液啦，咁再一次提醒翻我係咯，追夢嘅路雖然辛苦，但係一定要哇係咁嘥埋邊啊？OK 好啦，係啦，咁啊都一定要繼續堅持咯。咁我希望係咯，新嘅一年大家都可以做到喜歡嘅嘢啦，亦都希望你哋嘅夢想可以實現啦，亦都希望你哋嘅付出會有好嘅回報嘅。好啦，我講完啦，多謝啊。其實我冇諗過講咩㗎，識聽㗎，好叻啊！我覺得我自己今次。好，拜拜 Emily，走咁突然嘅，拜拜。你有換衫啦。多謝 Hubert 老師。好，拜拜。好。賜給我 sorry。好，拜拜。好，今明，我們接下來要唱什麼歌呢？